閱讀中共嗰啲字眼呢，大家要小心。嗱，佢而家呢講習近平嘅嘢呢，佢可以揀翻啲，因為以往全部都係要係嘛兩個維護，咪忠誠不絕對等於絕對不忠誠。嗱，但係當習近平得到晒佢所有嘅權力之後，其實呢就係中共唔要嗰樣嘢，或者咧冇嗰樣嘢就會講嗰樣嘢。當佢有嘅時候咧，佢就唔講噶啦。你見到解放軍係嘛？點解要能打仗打勝仗呢？就係因為佢冇得打仗嘛，不能打仗又不能打勝仗，係咪啊？冇嘅先要講，要強調。好啦，到佢有嘅時候，佢就唔講噶咯喎。習近平已經攞晒所有嘅權力，都冇晒其他派別咯，有乜所謂啫？但係咧，對於其他嘅高官咧，嗰啲字眼咧就執得仲係好正嘅。嗱，尤其是對香港，當佢喺呢個叫做咧兩會，又或者喺公開場合，唔再講乜嘢基本法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、一國兩制，其實香港就冇咗一國兩制㗎啦。